在中華有一個伙仔呢，是燒煞出現腦後痛，而且呢，咧痛甲這喙爬袂開的狀況。檢查才知影講，原來是去餵到 A 型的鏈球菌，規口罩8個人是群聚感染。醫師表示講，這90年過了呢 ，A 型的鏈球菌疫情有壓懸的現象，提醒民眾出入公共場所，就要掛喙罨、接洗手。囡仔人喙開開，醫師詳細檢查，中華有一個伙仔，先是一位8歲囡仔出現腦後痛，痛敢若像刀仔咧割，甚至嚴重甲喙爬袂開。隨後厝內其他人嘛攏出現同款的症頭，去病院檢查才發現是去餵到有一人菌稱呼的 A 型鏈球菌，厝內有8個人群聚感染，其中閣有6個人住院治療6天才好完全。小孩子不舒服，然後睡一整天，小孩子的嘴巴也都沒有辦法打開，那感覺有點像撕裂傷。醫生檢查出來是 A 型鏈球菌，可是我們也沒有去日本啊、外國啊，我們就在家裡而已。然後結果我們家每個人都有中。醫師表示，最近日本 A 型鏈球菌的疫情長咧拖，台灣因為去日本佚佗的人濟，舊曆過年了後，國內 A 型鏈球菌疫情嘛有壓懸的現象，為着病會出現腦後發炎、腫痛、發燒，那嚴重可能會發展成做性紅熱、急性腰子炎等等，影響心臟甲腰子的功能。感染之後，除了會造成扁桃腺炎，還有咽喉炎，它也有可能會感染到就是我們的肌肉，有可能會造成像心紅熱、急性腎絲球腎炎。所以有可能會影響到心臟跟腎臟的功能。醫師提醒 ，A 型鏈球菌主要透過爛手甲接觸傳染，民眾出入公共場所上好愛掛喙罨、接洗手。厝內老人胃病感染者一定愛掛喙罨，避免發生群聚感染。記者楊淑晴，中華報道。